하루 말음이 초칼라 선패 강대 흘로미 상지 퍼더 고안 훈여디 거참나 떠모 모염드 지라여 아기소나 타지 마셔 못해 떠난 거죠 너사라 태진 거지 양년 밤에 빛다시 다시 쇼的年嘛，跨年的，干我就去看那上天，自个生娃生，得看片，将就是这边呀亲难，怕个家等将来人，个家等俺没花园啦，我那边看你老大的。咱们老爹为强行求，从前把门路往头记，这路去了两个错莫啦，地球是三多让这人，这陪了呀谁求，这装着你的口，多少话几千个字，两年半没被他信。Allah ya lui khulati khatı tsala sevi varın mun ke nabi lozda Jiglim lorda beşçil xwachi zu çertıq ngaji xie khulıq sarwası 金牛辞旧春华起虎卫新春新气象金牛和鹿辞旧岁虎跃龙腾报春来给不如比国政那把当更正那把他妈国母的那个这种所谓上去的国土流浪中看来大陆的中国我让跟吃不这个罗斯工作的家这个话题中的罗斯是属于差不多的一模一样的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大家新年好这里是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达日县藏历水虎新年文艺晚会虎跃百年迎新春的演播现场。俺们碰的都这么扎对的。俺都这么弄了这么一呢。我是主持人齐少华。俺们都这么一起做么人？那地用吃鸡干都些办的，家用跟着干做花鸡可以自己个地上的啦。俺处理了做上换个结尾，我这个混蛋村长，让你去录音的是。弟弟们，先我这我家干了等生个看到干不，今天的这个根本的用了盆里，俺处娘的弟亲就找干弄死觉得。在这样一个普天同庆、举国欢腾的美好时刻，我们勤劳勇敢的藏族同胞
也迎来了自己盛大的节日——藏历水虎年。新春的阳光照耀着江河林荫，生态达日。飘香的奶茶和洁白的哈达要献给在座的嘉宾和朋友，让我们共同分享节日的喜悦。每个人这个呢，没动这个人啦。中国茶系等的，第一就嘉宾没动给坑了。中汉每个季，城市节目这个所属，本大南季争，他是么南这个季参制希望也的。这比地方的中国这兄弟，我这个让进去老师说存的本地，假期历史等忙做用了，地进去说个这用完的。但那的你的这个差不多把用起才是你，的这个跟了，那路啥人弄的，小娃làm做等，就是都跟着比抓起的那些玩意儿。56个民族，56朵花，华夏神州开满幸福的花。我们向全国各地藏族同胞送上节日的祝福，并向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各族同胞致以美好的问候。在这大地回春的吉祥时刻，县委县政府举办达日县藏历新年文艺晚会，虎跃百年迎新春，用歌声和舞蹈表达喜悦，把欢声和笑语带给大家。在此，请允许我代表所有演职人员给大家拜年啦！衷心祝大家新年快乐！这季录音图马的，咖啡很多认真的。第初季咖注年末的，这阵咖注坑了。还忙了年末的，这这个水落一展示这个点子的。而且他们的呢，大陆中还记住了也是作弊。那么秋风中米，这个啦，忙了些个不见比，这那比年上所以都是人家人么呢？那么下面请欣赏由拉致爵士艺术团的曲桑卓玛带来的一首民歌《美丽富饶的果洛草原》，有请。人过
东个高手，你为谁当日个能白？你为谁当日个能白？
多看来，在别离着三人中，自别多看来，在别离着三人中。Abdur donlen nyamo machi zara yako ochi laba chachne machi laba konchu chatan machi laba tamjin kinyi ji khalin nyamo shing burge bi laba kongni kartas danjish 那么接下来，请欣赏来自甘肃马区大草原弹唱手关雀家单真吉带来的《共斋》，让我们掌声有请。就在我家中小呀懂得，见到是家的就撒人，我那小姐让我乐上满的，记得满就不那好白做耶。想热辣的
2019年，在县委县政府的关心支持下，我县部分贫困户子女输送到青海省艺术学校。今天，这些孩子们也来到了晚会的现场，将他们自己所学到的知识与我县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德昂撒治代表性传承人3丹老师共同以艺术的形式展示给大家，
以此表达对县委、县政府的感恩之情。掌声有请。的汤茶木，下的茶木啷个爬山，马一热哟里热吉了，啷个路么吉了的嘛，哦。Di tang so ser ngerti ma de nang shel pisap ji nhưng man jer sap ji mu sắp tri ngu ngài Thân khai love you, jam thơ phang trong ngon ở mồ, trả làm mê yo no mê tô re. O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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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ơ phang trong mơ mơ na tha làm mê yo no mê thô re tha làm mê yo no mê thô re.
la herdi man ye herna ya tsarchan chulo sarabzang ye tang tsang chemu chule ye pai nam lo sarvi chi sa pal yode chule chim chulni lo sartrahi chul sam choj lo sar de la ya la lo sarzam Nam lo sarvi mon den ji yule Zietan norci nie dvurtulci Zietan norci nie dvurtulci ya lo sarzam la shem yendi ma ya she zi yang chan kyo lo sa zang ye kar mer zi che chul ye pa ye nam do sarvi chi se pal yo te some pleasure lost the day ya la lo sarzam ya sannas kar mute ya var gon lam chodi na cholo sarzam ye da liv sant tang ye boye nam lo sarvi chi sa pal yode ka so lo sar trahi ka so lo sar de ye la ya lo sarzam ka so lo sar de ye la lo sarzam
啦，个位国家腾腾，俺操汉怎的啦，still比了穷层层。像啦，我今那个是能了嘛？专门真的是浪费了样，离婚是不能三十能着不？相遇是一种缘分，在茫茫人海中能与你们相遇，也是一种缘分。一句轻轻的问候，一个淡淡的笑容，就已经决定缘分的到来。让我们珍惜每一份缘。下面有请藏族青年歌手卓玛吉带来的歌曲《缘》，掌声有请。cảm thông mất từ trong mình thôi chỉ mà tốt hơn được linh trung đất ba khơi mẹ chỉ với số đỡ nhau mẹ chung riêng sáng bên nhau tầm nam xếp xa là kia yo cha chung me ke wara do kar sin chen se yo wo chung nya ma ra kar li che mur wa da yo yo当时为就送告别醒来随着耳朵塞满很多三位梦的姐妹跟等当着我美穷极相比离三两个当来比chân tiền là nhớ đã kêu sân gì rồi họ chung xem ở xa chơi là cửa chơi samir chân chơi mẹ bờ khô rồi họ chung xem ở xa chơi là cửa chơi samir chân chơi mẹ bờ khô
扎从谁的就家了，怕了真的也能拿来，这了看了也生气。忙扎从谁的也扎着了，可是看了土着了真，吃了面也白哭。忙扎从谁的也扎着了，可是看了土着了真，吃了面也白哭。这样个人那点能来把忙工作些，从在从心也在这了，可是个人我就真的吃了面也白哭，从在从心也在这了，可是个人我就真的吃了面也白。كره أوجو جنة تلغمي بريخو 阿拉嘛就东进出去了，他啷个没了别送我扔这样的了，他那啷个了，我那个节自己种的了，给吃那啥人自己这个，这他们中国难吧？他们的你我弄去了，给谁了中国的竞争吧？中马财政那些啷位，花了这个怎么样年末等，这是也从大外单位差不多些比，给谁了中签，干都是单真些，聪明干送那种。格萨尔说唱是流传于西藏、青海、四川、甘肃等藏民族聚居地的一种艺术。其表演形式为口头性曲艺的表演形式，千百年来，艺人们世代吟唱歌颂着格萨尔传奇的故事。下面，由果洛州格萨尔说唱传承艺人才忠带来的格萨尔说唱中最为代表性6种唱调以及建设香达龙村牧民表演的格萨尔藏戏，掌声有请。Karmo tengere zire, nada himu soya la ya ya. La la mu alalin, la ta la la mu ta la lin. Sure can the London dear no my hina ya la fana mita la tunjer zirya 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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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o ala lin la ta la la mo ta la lin ya la da ji heng o ma hi na wa sa de da lo zhe ye zhe ya ya sha de mi ala le
想在你来了呀，马天子那中马干么啦，得了么那个别说完的，呀想在你来了呀。
的阳为帮中那，提个人的莫名佛，我做真迹文梦的，安中可里南中那，中正我梦安的人间，哦，提中真迹文梦哟，安中可里南中那，中正我梦的人间。只用真迹文模样。阿姐的样个日马拉，公前的大不你的人，老大走为的黑的街。这个我比赛强那，得当天的人之人，安排那手里能玩呀，啊这个人有些个莫那，我等我莫强之人，哦，强之人可的能下人，啊这个人有些个莫那，我等我莫强之人。强的人可的能下人，啊这个人有些莫那，我当我莫强的人，强的人可的能下人，强的人可的能下人，强的人可的能下人。大漠那吧，唱的你娘把这个起了，大漠啊跟着连个地红呢，我的这里看到个娘不也是我觉得，那现在现在的高中生的这些。下面有请藏族著名歌手谢丹带来精彩歌曲，有请。
红么子里罗成看吧，林么子里日些年么，俺从的这永庆的个中华机坑里，这个地方的啦，是这单位中国工程等呢，拉进这面这了大地公平的东西的，让他俺你没得希望的。古贝鲁比我趁那把等的这个当看中国团结。大那个中国，我是让进前坡这个路，老师的说这个大永生这个发言了，他的南路三路能的，那是个跟了，家这个俺妈真的今年没当过，学生他们进了这个中国，这个样老师个跟的排骨。喝不完的美酒，唱不完的歌曲，让我们在这普天同庆的日子里，衷心祝福光荣的党、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让我们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为实现第2个100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来宾、亲爱的观众朋友们，2022年达日县藏历水虎新年文艺晚会到此结束。祝大家在新的一年里虎虎生威，虎跃八方，虎气冲天，携手走进新年新起点。观众朋友们，再见。如果从俺从他领着了，扎西点了个人生做不的秀。